继续来看台东成功镇有2只渔船大船入港，今仔日总共掠到18尾乌昂鲳。这个渔民甲长个大尾乌昂鲳钓上花。这2只渔船捷安号甲南兴号是平熬，今仔日拢掠到9尾乌昂鲳。这南兴号的船长郑俊爱讲，顶个月第1尾乌昂鲳嘛是伊掠到的，迄尾有244公斤重。今仔日的乌昂鲳上届重的有257公斤重，来破顶一届的纪录。今仔日大丰收，渔民嘛伫咧港边放炮来庆祝，希望会当卖到一个好价销。Hello， 我是叶明。想要看到更多更及时的新闻内容，请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按赞、开启小铃铛。